團喺1956年由白雪仙同任劍輝領導下演出9屆12部名劇，又得到著名編劇家唐迪生擔任劇務主任，真係人才鼎盛。1956年6月18日，仙鳳鳴劇團正式喺利舞台作第一屆公演。粵劇紅伶任劍輝、白雪仙、梁醒波、鳳凰女、蘇少棠、陳浩球、白龍珠、英麗妮、李學優演出《紅樓夢》，當時並且由梅爾客串演出《範馬記》、《唐伯虎點秋香》等名劇，由梅爾客串演出。1956年11月19日，仙鳳鳴劇團喺第二屆演出嘅時候，二幫花旦改用任冰兒。咁喺任白兩位台柱之外，其餘台柱包括丑生王梁醒波、武生王靚次伯，陣容更見完美。仙姐提議唐迪生改編明朝湯顯祖所著《玉茗堂四夢曲》之一《還魂記》，成為第二屆公演嘅新編名劇《牡丹亭驚夢》。你幾度回身周演，吹舊秋月，你半響道遠，送來樹下背影落田，哎呀我因有花淚。1957年第3屆公演，唐迪生根據元朝張壽興《紅梨記》雜劇改編而成蝶影《紅梨記》。佢話斜耳碧沙隨，係盡相思淚。提起寫字，我又想起素秋啦。佢寫得字嘅你寫得好好噶。雙夜巧設迷魂局，借出名花賣雞嘢。而新春期間並選演花田八喜、跨鳳成龍等劇。1957年6月7號，仙鳳鳴劇團作第4屆公演。唐迪生根據清代黃韻山原著改編成名劇《帝女花》，連演22場。主要台柱仍然係任劍輝、白雪仙、靚次伯、梁醒波、任冰兒。千塊百萬我，拎佢陳情金街上，車容我揮鳳上華山。帝女花係仙鳳鳴劇團第一出，亦係唯一嘅一出宮闱戲，成為粵劇嘅殿堂之作。到1957年8月30號，第5屆演出，唐迪生將明朝湯顯祖所著《玉茗堂四夢》中被譽為最哀艷動人嘅《紫釵記》改編成為粵劇。請看我手中拈的可是紫玉釵嘛？風雨雲之城，濕天中遠途。
時至今日，《帝女花》《紫釵記》兩部名劇都力演不衰，成為粵劇嘅殿堂之作。58年3月14日，先鳳鳴劇團日第6屆公演。唐滌生根據福建民間故事而寫成《九天玄女》。呢一套劇喺選曲上較為特別嘅係用咗幅度極長嘅佛曲，另外仲選用多段潮州音樂。主要台柱任劍輝、白雪仙、程醒波、靚次伯、蘇少棠之外，仲加入梁素琴一齊演出。到1958年9月24日，唐滌生根據清朝袁于令嘅《西樓記》改編而成《西樓錯夢》。你為我歌一曲楚江情，我必是闖脱都未付花枝。好啦好啦，我把黃金賭上，作為盜曲之費啊！1958年《西樓錯夢》連演24場。先鳳鳴劇團喺1959年9月14號作第8屆演出，公演編劇家唐滌生最後力作《再世紅梅記》，連演36場。林家聲亦喺呢一屆參與先鳳鳴劇團嘅演出。1961年9月19號，先鳳鳴劇團演出新劇《白蛇新傳》，林家聲參與嘅演出。
鳳鳴任姐同阿仙姐咧，就能夠將呢個粵劇咧，我認為係第一團啦，係能夠將呢個粵劇係帶上一個唔止係雅俗共賞嘅層次，而且係文化藝術嘅層次。我始終認為咧，我哋仙鳳鳴呢一組嘅戲種嚟講咧，其實唔好話放諸國家，放諸海外同其他西方嘅 opera 去比較咧，都係非常之出色嘅。